沙田浸信會以一間教會多個堂所嘅模式運作。呢度係小瀝源堂，位於都會廣場8樓同埋19樓。沙浸為唔同群體嘅需要舉辦多個唔同形式嘅聚會，包括普通話崇拜、TGIF 等等。喺呢度亦設有阿灣拿兒童事工、印傭事工、男人事工以及樂象行等等，讓大家同心服侍，互相扶持，一同成長。而瀝源座堂位於沙田瀝源街1號，長期聯繫社區，服侍禾輋同埋瀝源村有需要嘅居民。呢度有現代敬拜、生活化嘅講道、英語崇拜、ICM 同埋 iBaby 兒童事工，亦係5個堂所一齊見證浸禮嘅地方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參加定期嘅益街坊、中醫痛症義診、社區探訪服侍、周3社區早餐啤禱角、彩虹橋癌症關懷事工等活動。瀝源座堂亦設有金齡、夫婦、長者、家長以及青少年小組等等。無論你係處於任何歷程嘅信徒，都歡迎你加入沙田浸信會，讓我哋齊心侍奉主。